长丰啦，长丰联米工厂的，长丰联米工厂的。哦，另外一个影片已经有靠近啊，靠近去拍了，靠近去拍了，有近的拍另外一个档案影片，有近的拍。哦，那个联米工厂的设备，60多年了，60多年了。哦，又在上帝庙的西边，上帝庙的西边，又在上帝庙的西边，上帝庙要绕境活动了。这个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哦，礼拜四下午，礼拜四晚上6点半开始就有活动了，歌唱了。礼拜五下午3点半又有演布袋戏了，演布袋戏。晚上7点半啊，摸彩了哦。礼拜六、礼拜天绕境活动了，哦。还有农历3月初1清明，农历3月初1清明啊，初2、初3下营上帝庙绕境活动了。哦。小火车5分啊车啦，哦，足早就爱去了。啊咧，你若是做功课做较早，可能要8透早就去5点。好，对啊，嘛好。哦。哦，上帝庙。哦。才子寿，葫芦寿3星，才子寿。哦，葫芦财神啊，葫芦财神啊，赵公明财神来了，松鹿元帅呢，财神也赵公明，然后还有什么仙官，很多仙官。哦，财神来了。